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。
那个美国人在哪儿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你们明明知道，如果这次会谈成功，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，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？美国会谈代表死了，中美关系就会破裂，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。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。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。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。你所谓的信仰，只是你的个人野心。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，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，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。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。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，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，是出卖了一切。你的妻子玉龙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。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疯了。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，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，无法躲避。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，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。玉龙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。他是我们的英雄。你就是青衣是吗？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？现在无所谓了，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。总之，你得死。没关系，青衣还在。
Stop! Pick up the car! Pick up the car! Put your hand up! Come on, guys! Pick up the car! 我们是来送人的。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。I'm Oprah. 你们成功了，是中国人成功，包括你。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，深感荣幸。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，结束战争，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。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。但愿吧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是美国人要求放人，准确的说，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。我有一个请求，请讲。给花项羽一条生路。花项羽我已经把他放了，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。以后关于他的一切，你应该找闪官。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，交给家族总部。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，完成任务。没有机会了。不要白白浪费生命。是。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。
他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。他答应过要和我一直走下去。直到生命结束。如果我们没能成功，就让我们的孩子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，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，他躲起来了。但是我看到他，虽然只是个背影，只有他知道那个地方。看到他，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，他出卖了所有人。从火凤凰行动开始，他是个叛徒。他没有死，所有人都被捕了，他还活着，他骗了所有人。他没有死，他带走了我的孩子。叛徒，他是个叛徒！没想到你还会回来，因为你，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，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。我卧薪尝胆20年，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，因为你彻底毁灭了。他们都是你杀的。你早就识破了穆西河的阴谋，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河。其实，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。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，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丰。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。难道我错了吗？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，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，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。现在却因为你，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、苟且偷生的罪名。我知道你有多恨我，但我必须要阻止你。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，一步一步错下去。我是你的女儿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。孰对孰错，总有一天，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。很好。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，现在看来，
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百姓而战的政党。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。但愿你是对的。我约了陆丰到这儿，应该快到了。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。你为什么约陆丰来这儿？他想杀你。是时候和他面对面了。你不是也在帮他吗？你先出去。陆丰是我请来的，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？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民那儿取回来的，它本该就属于我，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，一共2块，一模一样。我和你父亲一人1块。这块表的主人，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。他杀了我的父母。这个人是你吧？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？当然。在你的心里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。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。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？这一天迟早会到来。我说过，当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，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。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，但没有办法，我们信仰不同，甚至是对立。上级让我来，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。开枪吧，杀了我！我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你出去，
这是我和陆枫之间的事儿。陆枫，对不起，陆枫。我知道我父亲有罪，你应该杀了他，给你的父母报仇。可是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，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。我知道，让你放下仇恨，这对你来说不公平。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，但是，那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他手上的血刃不仅仅是我父母，还有沈处长、蓝冰、陈科长、方大哥、段继海等等等等，太多了。他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。我替我父亲还债，我知道，我这一条命还不清。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，别杀我父亲！你把枪放下！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。你把枪放下！我求你了，把枪放下！陆枫，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。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、亲情，离我那么近，却又那么远。走到今天，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。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。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杀我父亲啊？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。好，我现在可以不杀你，但你必须跟我走。我累了，走不动了。成者亡，败者寇。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，活着很痛苦，甚至是一种屈辱。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了。爸，孩子，
生之年，还能听得到你叫我一声爸爸。心满意足了。谢谢你，我也谢谢你，陆枫，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。谢谢了。你喝了什么？这是我们上官家族才有资格得到的御赐之物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陆枫来这儿？你在逼他杀你，为什么？孩子，还是你亲手交给他。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，你尝尝。好吃吗？除了有点烫，别的都挺好。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。慢用啊！